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家人无城，食饱就行”。这个意思是家人无像较早的台北有城门，食饱了后就要搁继续上路。这是家人港都城市的现象。较早去家人做事的外地人，拢无想要伫家人落地生根，干那是讲有钱通赚，有饭通食就好。啊，讲到小食也是特色的美食。家人庙口港边啊巷仔内有真侪互人怀念的好滋味，毋那美食尔，海边的风景就讲忘忧国啦、和平岛公园、条景公园、甲海文天险、家人厝顶顶的美景，拢互人流连忘返。2021年，家人庙口佫入选国际流行杂志《Taylor 世界热大出名的市集，而且是全台唯一，真受到在地人甲游客欢迎。今日即讲的俗语是：家人无城，食饱就行。